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再往前走30里就是木良城了。看给你激动的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淡定啊？木良城哎，天下4大名城，北天启，南雪岳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那可是和雪岳城齐名的江湖名城。一座没有人的鬼城，有什么好激动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谁人不知这木良城中只住着一个人，可就是这一个人，就能让木良城跻身于江湖4大名城，那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哎，来都来了，我们去挑战孤剑仙。不去，不去，小行货。你知道木良城有多危险吗？每年进城挑战孤剑仙的人，少说也有100、10个。你看哪个回来了？对呀，说不定那城里是世外桃源，他们都舍不得出来了。内急，我去方便一下。你可下了一步险棋呀！见过师傅。积雪说你是为了500两银子出来的，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傅。你可想好了，那条路一旦走上就不能回头，失败了可是会死的。那又如何？徒儿命大，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的站在师傅面前。你的心思我都明白，不用试探我了。那日废你武功又重伤我的人，我已知道是谁了。是何人？是白王背后的怒剑仙炎战天，还是赤王背后的孤剑仙洛清扬？别猜了，今日我把白小堂的无极棍传给你。当你想好是要做永安王萧楚河，还是雪落山庄的萧瑟的时候，再来寻找真相吧。雷无杰呢？这小行货肯定是去木良城了。
哪儿啊？暗河的某兔。追！你说这暗河杀手，为何都冲你而来？哎呀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进城或许能有一线生机。这木良城也真是奇了，看似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我怎么总感觉有好多双眼睛盯着咱们？这个古剑仙有点意思。唉，看来啊，我们得小心了。
怎么不早点提醒我们？我被裹成那样，我还你们没听到吗？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？那给我急的，我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提醒你们。雷家堡雷无节前来拜访孤剑仙。拜访？拜访啊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随便坐，随便坐啊！我去给你们拿点吃的。哎呀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尝尝这个，周乎不周啊？啊，来，尝尝这个果子。谢谢谢谢。你也来个。多谢施主啊。骆大叔，你这多久没来客人了？是有些时日了。喝茶，喝茶。这孤剑仙好像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，还挺热情。茶。啊，喝茶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骆大叔，哎，我是雷家堡弟子雷无节，要去雪月城拜师。雷无节？啊，我认识你，你父亲是这个柱国大将军雷梦沙。我小时候不是，这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你不记得了？是吗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我的2位好朋友，这位是客栈老板萧无心。哦，萧老板。啊，寒水寺小和尚无色。你跟叶鼎之是什么关系？叶鼎之是我的父亲。像，太像了。虽不想承认，但叶鼎之确实是个汉子。骆大叔，我想问，这外面都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这是影宗的防影术。当年还在影宗的时候，我是影宗宗主最器重的弟子。文君是我的小师妹，也是影宗宗主之女。她曾是多么明媚的女侠客啊！桀骜不驯，策马驰骋，爱恨分明。可是，还是无奈嫁到了皇宫。我也曾带她逃跑，但最终还是为了影宗回去。我希望文君能过上他喜欢的生活，哪怕他爱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我能理解，这么多年都没人聊天，肯定憋屈死了。啊，吴昕应该最清楚。哦，文君喜欢热闹，我就建一处没有人也可以热闹的城。这木良城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为了文君。很多人都说木良城是鬼城，没想到是这个原因。他当年究竟为何舍弃我父亲？他爱叶鼎之，也只爱叶鼎之，但叶鼎之没有护他周全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要不是他的出现，根本就不是这个结局。叶鼎之东征失败自刎后，文君
就不再见人。他整日在皇宫里吃斋念佛，为死去的亡灵祈福，也为怀念他。12年了，他从未看过我一回。你娘她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叶挺之的事本就是皇帝的心结，而你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皇帝他被背叛的事实。你娘她不去看你，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我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当时叶挺之败在天启，你说这不卖给谁啊？我的确带文君去草庐找过他。那是因为我希望叶挺之能带文君走，嚯，逃出囚笼般的皇宫。可我又怎么忍心看着心爱的女人跟着别的男人走？小心！叶挺之，文君，谁知叶挺之竟会挥刀自刎，本君只能被迫重回皇城。叶挺之，他就是个懦夫，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，辜负了文君对他的爱。他没事吧？你娘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女子，她本该有幸福美好的一生，可她被太多事困住了。你又何尝不是被困住了呢？走吧。你来看，这是我为你娘特地准备的。好玩吧？啊！这些年来，你过得太辛苦了。小子，你现在怎么了？他不会是哭了吧？无父何户，无母何事。这个和尚平日看起来超凡脱俗，无牵无挂，可终究还是放不下。你怎么这么懂？
难不成你也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？殿下，殿下，对不住了，六皇子殿下，您母妃得的是疫病，皇上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让您进前啊！我已经1个月没见我母妃了，求求你！楚河，身为皇子，怎能轻易向人说求呢？父皇，你让我见母妃一面，以后我都听您的。启禀陛下，淑妃娘娘红了。知道了，去准备丧仪吧。是。你要坚强一些，不然朕日后如何放心把这江山都交于你？洛前辈啊，晚辈有一件事不太明白。啊，你说吧。这城中的一切都与宣妃娘娘有关，可见前辈对她用情颇深。而如今天启局势，诸皇子相争，白王背后有怒剑仙，赤王背后有你。若您出手扶赤王上位，那宣妃娘娘在宫中也不会这么辛苦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几年前，六皇子被贬出天启，若在途中将其击杀，扶赤王上位，那天启的局势也变得简单的多了。小子，你找错人了，你要的答案不在我这儿。名声、地位、财宝，这些都不是文君想要的。他至今还在为东征失败带来的灾难而愧疚。叶鼎之犯的错，我不会再犯。我只想守好这座城，守好易文君。哎，雷武杰喝醉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哎。喝。这小行货，唉，没心事是真好啊。你又有什么心事啊？我自然有心事啊。我身为魔教之子，应当备受瞩目。可你身为一个落魄的客栈老板，却让一个暗河兴师动众的追杀，无视小僧，真让小僧心烦呢。你这和尚，舌根底下倒像是藏了800句谎话。你又何尝不是？萧瑟的名号，可掀不起这么大波浪。名号，只会招来杀身之祸，会让兄弟之间反目猜忌，无尽的仇恨。我想，你比我更清楚。确实，曾经我还是个小和尚的时候，还不太明白。有一年啊，我随老和尚去天启讲经，我迷恋市井迷了路，所有人都因为我的身份而欺辱我，但却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向我伸出了手。他就是魔教之子，马上你怎么还不踏出手？从你跟我来！走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带你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耀眼的少年是北离的六皇子萧楚河。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突破自在地境了，我是不是北离的第一天才？还有一个人，也是13岁入自在地境。那个人是谁？六皇子萧楚河。萧楚河。后来啊，琅琊王被诬谋反，整个朝堂上下无一人敢为其发声，只有萧楚河站了出来。即便他被贬出天启，也未曾后退一步。那时候，
我就觉得六皇子萧楚河有情有义，即便失去所有名号，却依旧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。无心大师所言极是。对啊，就像现在你只是一个落魄的客栈老板，可本大师也未曾嫌弃你啊。你这和尚。到了天启城，若是见到你娘，和她说洛清扬会一直等着她。罗大叔，你这样太可怜了，何不出城好好生活？这么多年，你师妹兴许早就把你给忘了。这就是孤剑仙的实力吗？走走。哎，萧老板，请留步。暗河的四蛇怎么又来了？我没雷无节有钱，也没无心的武林秘籍，不过就是帅了点儿，也不至于你这么跟着我不放吧？谁让你姓萧呢？你这条臭蛇，那天下姓萧的人多了去了，你怎么不去杀他们呀？就你话多，我呀，早晚要把你扛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憨货，他这不就是在跳舞吗？这，他不会是在勾引你？没这个必要吧？任务完成了，撤吧。小瑟，瑟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也护住了他的心脉，但最多只能撑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还得不到救治，他会……那怎么办？如今之计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道去南门的雪月城。雪月城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雪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是药王传人。现在去还来得及。你们先行一步，到城门口等我。啊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办。玉，霹雳子还未走远，我去前面看看。
师兄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无心，我一个朋友因我受了伤，我需要带他进雪月城治病。朋友？你是说被你拉去同行的那2个人质？既然同行，即是同命。你应该知道雪月城里有哪些高手。九仙百里东君，枪仙司空长风，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这些都是当年围攻我爹的人。以你的身份，进雪月城等于自投罗网，恐怕刚一进城就会被抓起来。这不正合师兄的意吗？师兄们当初把我关进黄金棺材里，不就是怕我不肯乖乖地跟着雪月城大弟子唐莲走吗？师弟，师兄无需多言，我会去你想让我去的地方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完成。师兄这次可原信我？我信你。只是这雪月城，就非去不可吗？唉，萧瑟是因我才受伤的。老和尚常说凡事皆有因果，我可不想背上这笔债。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？唉，这一路上找我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想让师兄帮我引开他们。师兄不会拒绝吧？那你呢？怎么进雪月城？我啊，我自有办法。大师兄，怎么样了？我找遍了这附近，都没有发现无禅大师的踪迹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莲，我方才得到消息，说吴心正在前往西域32佛国的路上。他一个人？是。看来无禅大师应该是找他去了。那雷无杰他们呢？怎么还不来？你走啊，和尚！哎，和尚，你帮我扶一把。你这身行头哪儿搞来的？这就是天下第一城？这雪月城怎是如此寻常景象？雪月城也分内城和外城，这只是雪月城的外城，过了登天阁，才是真正的雪月城内城。这武林天下第一城，怎么会那么好见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想救萧瑟的话，就必须登这登天阁了。这登天阁，每一层都有雪月城的高手守阁。若想闯过这登天阁，比登天还要难。那又怎样？我现在就去闯这登天阁，我肯定会治好你的。这个小家伙。喂，我现在可是女施主，这样不合适吧？那你今日就当作是我的夫人，唉，善哉善哉。
又有人闯了，过去看看。这登天阁多少苦练数十年的江湖老手都闯不过去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竟然上去了。这小子叫什么来着？听说姓雷，叫雷无什么？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子弟啊！哎，等等，你看，哎呦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和尚，雷无极闯到第几层了？12层了，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。不过，前5层守阁的都是雪月城刚入门的弟子，第6层到第12层是1到3年的弟子，13、14层是3年以上的弟子，15层是守阁长老。看来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雷家堡雷轰门下，雷无极前来闯阁。雷无极，雷轰，太好了！我早就想打听雷门4杰的故事，是不是雷轰派你来的？他是不是喜欢雪域剑仙李寒耶，还有那个雷千武的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啊？我是来闯阁的，不是来跟你聊天的。想闯阁很简单，我们来比比谁的运气好。怎么比？出仆、六博、牌九、宣和、马吊，你选一种。可这些我都不会，我只会武功。这是我的阁，如果你不想比的话，就下去吧。哎别，哎，阁主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掷骰子猜大小，怎么样？够简单了吧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可是我没带银子。那这样，你每输一局，就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啊、不对，你休想在我这打探我师父和师叔的八卦。那你每输一局，就挨我一掌，如何？没问题。我接过无双的剑，还怕你的掌？来，我压大。再来，这次我压小。再来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小，兄弟，没事吧？掉下来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那么高摔下都没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么高掉下来，一点事都没有啊？没见过呀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大家都散了吧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我听他们说，有个姓雷的红衣少年在闯登天阁，猜想可能是你，就过来瞧一瞧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哦，我没事，没事，就是那个13层的守阁人，他怪得很，非要跟我比什么赌术，我又没有大师兄天风变位的本领，也不如萧瑟聪明，我就只能瞎猜了。可能是我运气不太好吧。也未必是你运气不好。他是千门尹落霞的弟子，必是出千了，你又毫无防备。对呀，那小子他肯定有问题。对了，萧公子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？萧瑟受伤了，我这次闯阁有一半的原因也是因为他。他受伤了。
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是暗河的人。暗河？我暂时护住了他的心脉，但不过也只能撑几日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大表姐，我们在路上碰见的。萧瑟受伤，多亏了她呢。萧公子伤得很重，表姐有如此神通，想必内功十分深厚。叶姑娘也略通医术，不过是久病成医。叶姑娘，你得了什么病？我只是先天心脉不全，所以一直在三城主这里调养。那三城主现在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找到三城主，萧瑟就有救了？三城主前不久出城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先传书给千洛，或许他能找到。那就有劳叶姑娘了。救人要紧。表姐，我那里有些丹药，兴许有些效果。萧公子这几日吃的是什么药？每日醒着的时辰有多少？这里有1碗有毒，我们1人1碗，再赌一次运气。刺激，我跟你赌。哎，我打听过，你这一路走来一次都没有赢过，连无双城那小子也没打过。我承认他确实很强，不过下一次遇到，未必会输。有可能会输得更惨。听说你不光武功矮人一截，情场也落人之后啊。那又怎样？能遇到他，就是最大的运气。可我听说，叶姑娘喜欢那位姓萧的朋友啊。没想到你不只爱出老千，还这么爱八卦。你呀，还是先想一想，你自己该怎么办吧。原来你这么贪生怕死啊！不敢喝也算数。你这酒里都没毒吧？我可是雪月城的守歌人，你真敢往酒里下毒啊？为何不敢？我们雷家堡家风严谨，我说他有毒，他就有毒，还不快把解药给我！啊？没有解药？什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这里面都是泻药。不错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没有人生下来就很厉害。只要我不认输，总会有赢的时候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成为剑仙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公子，看看伞。这伞结实吗？叶姑娘，我没事儿。中毒的是骆明轩那小子。爷爷，我都知道了。最后那2碗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应该都有毒吧？这是冰清水，快喝了吧。
他竟然这么关心我，我真是太幸福了。谁？大师姐，你老盯着我的叶姐姐看做什么？你还看？想也不许想，门儿都没有。大师姐，给我点面子。我听说某个臭小子趁本小姐不在，一口气闯了13层。你和萧瑟不是被那个大魔头抓走了？我们半路遇到了暗河追杀，那个臭和尚只知道管自己死活，丢下我们就跑了。放心吧，他跑不了。大师兄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，追去西域了。还真让他蒙混过去了。啊，是吗？那这魔教之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。到时候让32佛国那几个高僧联手去除他身上的那个禁术，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和尚了。那也不一定。雷无极，你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开始帮他说话了呢？有吗？这不是最好的情况吗？萧瑟呢？那个讨厌鬼，不追你要债了？萧瑟受了重伤，他这次就是为萧瑟闯阁的。萧瑟受伤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叶姑娘不已经给你飞鸽传书了吗？叶姐姐，萧瑟伤哪儿了？伤得重不重？人在哪儿啊？很严重，所以我才传书给你。只有你能找到3成处。可是你没跟我说受伤的是萧瑟呀！好姐姐，你快带我去看看。我看你才是不对劲的那个吧？你不是向来最讨厌萧瑟的吗？怎么这么关心他？要你管！快带我去！哦，走。和尚，我手麻了，来帮我翻个身。我又不是你的奴仆。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！你的孝子啊，亏你闯阁去了。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你这和尚太狠心了。小僧金贵得很，我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是不会帮你翻身的。萧瑟，萧瑟脉象不稳，你扶着他，我给萧瑟顺顺经络。雷无极，这个大美人儿是谁呀？她是我大表姐。大表姐？不可能，你有这么漂亮的大表姐？漂亮？哎呦，我是我们雷家长得最丑的，行了吧？那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俩没关系啊？没关系，这样分明就是对活鸳鸯啊！这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俩都是难得一见的抠门鬼。哎，你想啊，我大表姐虽然是个富贵千金，但她视财如命的很，肯定得找个门当户对的，怎么可能看得起萧瑟嘛？有道理啊。你大表姐确实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的，还是豪门千金，应该是看不上萧瑟这样又没钱，说话刻薄嘴还毒的讨厌鬼的哈。看不上。几日不见，大小姐的口才又长进了不少啊。你也有长进啊，2个大美人围着你。叶姑娘和大表姐来看我，
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。那你来看我，又是为何？我怕你死在这儿，省得到时候别人说我们雪月城见死不救。我要是死了，横竖也赖不着雪月城，就怪我自不量力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，你不是轻功很厉害吗？遇到危险怎么不知道跑不知道躲呢？还有，你就不该跟雷无节出来闯荡什么江湖，你又不会武功，那现在快把命都搭上去了，就为了那500两银子，你还天天说人家小行货，你才是那个最蠢最笨的大行货。你要不喝口水缓一缓？我不喝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你继续说。萧瑟，我不是故意要气你了，我是想找我爹来帮你疗伤来着。大是亲，骂是爱，大小姐可是很关心萧瑟呀。别胡说。还有一句话，叫关心则乱。叶姐姐，你怎么也跟着瞎说呢？我找我爹去了。萧瑟的事儿你别担心，我找我爹去，你不用去闯阁了。不，我还是要闯。我闯阁不只是为了萧瑟，也是为了我师父。我还要见一个人，而要见这个人，我就必须登顶。你就不能让我一回吗？别的事情可以，唯独这件事情不行。别的事情，刚好有别的事情找你。有事儿想让你爹帮忙，你想到我了啊？臭丫头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你？你还说我呢？你堂堂一个雪月城3城主，说走就走，找你救人都找不到。救人？嗯。什么人呢？你给我去就知道。等，我枪还没拿呢。走吧。走。无心。看错了。哦，好香的酒。老板，有老板在吗？哎，反正没客人，尝尝。这学成了酒这么好喝啊！再来一碗。玉梦清虚桂子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嫩爱今宵月？也上楼头弄玉箫。你是何方神圣？一个妄图酿出孟婆汤的酒鬼罢了。尝尝这个。怎么回
什么时候？恭喜，你的火灼之术破境了。你每喝一口我的酒，便能多上登天阁一层。哎，别喝太猛了，别喝醉了。不会醉。都跟你说了，别喝那么猛。出来吧，朋友。怪不得有故人之子，原来是故人之子。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叶安世。好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，百里叔叔。小的微光刺破了旧梦，雁过留声，快马踏破浓雾。青山燃尽，江湖夜雨，细数绯红袖中，快意岁月。风云素，长歌行远路。我仗剑早已抛却那些旧日梦，却换来身旁暗箭涌成伤。少年心中荆棘密布，经久的挚爱不可诉。阳光洒满的路上，大街云下凝寒霜。天际玄幻不可测，追不回山岗。有一长存的时光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时常还想奔赴远方，却诉不回过往。岁月流转，华发已见数，初心未改，好情长如故。山河靠月落，美景无数。心中的那眷恋，唯有断处。阳光洒满的路上，大街云下凝寒霜。天际玄幻不可测，追不回山岗。有一长存的时光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